喺今個月5月10號有登新聞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？就話有一個70歲保安員死亡。咁呢個70歲保安員咧，邊一位咧？佢本身之前咧係一間餅鋪嘅老細，曾經咧擁有50間嘅餅店，但係到前幾年咧，因為就經濟唔好，破咗產，所以咧轉行做保安呢行。咁所以大家一樣嘅，好多時咧經濟唔好咧，好多人就轉去做保安呢行。所以保安呢行咧，基本上咧係香港人一個救命嘅工作。雖然係咁講，入職要求低，做咧面對嘅客越嚟越多，越嚟越麻煩。所以咧，大家其實咧真係想做，真係要俾啲心機去做。如果唔係，好多外來輸入機械人取代咧，遲啲過咗10年8年之後，可能連保安呢行都會出現一個揾工難嘅情況。同時一樣嘢，無論以前你係咩身份，你係老細又好，你係經理又好，總之咧就要放低身份，重新適應個保安嘅工作。如果你唔放唔低個身份咧，你就好難喺呢行生存嘅。所以保安唔係咁難做，但係咧要放低面子、受氣、要忍氣，大家就係要俾心機做。OK。